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找不到工作的农村超龄老人。最近正好是两会期间，有很多两会代表，对吧？委员还有什么人大代表，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跟这个农村或者是农村超龄老人养老等相关的议案非常关心关注农村问题。这个厦门大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说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均值仅为174元每月，不及企业职工的1/16。城乡居民如果仅靠这点养老金收入，难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那养老金不够，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赚钱呢，你去就业对吧？60岁不是正当奋斗的时候吗？当打之年呢。而就业市场上，退休年龄则像一座分水岭，无论求职者的自我认知和身体情况如何，超龄老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为了维持生计，农村与城市中许多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仍在田间劳作，或是在城市的角落里做着环卫、保洁等零工。年龄和生计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农村老年人。这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从2007年开始主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说70岁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就业率超过了50%。这个就业率包括自己在家务农以及外出打工。这个数字你要反过来看，他把你在家里干活都算就业，那言下之意，那什么人没就业呢？那就是说还有一半的高龄农村老人，那就相当于没事连在家里干活都干不了。说一面是微薄的养老金，一面是年龄限制下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面对巨大的养老压力，他们将如何摆脱困境？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农村超龄老人。他说时间过了晚上9点，春英习惯性的看一眼自己的微信运动步数，不出意外今天又超过了2万步。随后他把手机收到炕头，熄灯睡觉。第二天一早，春英需要6点多起床，热一下昨晚的剩饭，加一些咸菜作为和老伴的早饭。随后他和坐着老伴的摩托车一起出门，开始各自一天的工作。他说1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春英都是如此度过的。今年62岁的春英在沈阳老家附近的公园当环卫工人，负责道路和草坪的整洁。入夏以后，沈阳的白天变得漫长而难熬，每一次出门汗便立刻浸湿衣服，而他也只能抽空到树荫下休息。公园为环卫工人准备的休息站是2个大集装箱，没有风扇，只有小电暖气，但冬天也不太顶用。春英不得不穿着2件棉袄才能勉强御寒。那个集装箱那种铁皮房子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夏天里面闷热死热，冬天里面冰冷。他说春英的老伴在公园里当保安，这2份工作每月为2人带来4000元的收入，也就是他2人人均恐怕2000块钱一个月。只要每个月休假不超过4天，每人还能额外得到100元的奖金。为了拿到这100元，春英会推掉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姐妹之间的家庭聚会也会特意安排在她的休假日进行。一个月2000块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份保障了。对春英和老伴来说每月4200元的收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只靠新农保2个人每月一共只能拿到382元的补贴，合着一个人190那他这个190在全国也不算最低，我们这儿好像只有145的样子。说这笔钱是很难养活自己的。尽管春英和老伴每个月在吃喝上格外节俭，单位的食堂的午餐只需要每人每个月交30元，晚饭大多煮点青菜和鸡蛋，杂七杂八算下来，每个月能够剩下的钱也不多。碰上人情礼往和女儿带着2个孩子回家的时候，这4200元收入基本一点都不会剩下。这个春英以前是干什么的呢？他说在55岁之前曾经在一家油厂工作了7年，负责灌装车用玻璃水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因为家中人均只有9分土地，成年后春英就进入到了工厂
打工。打工40年来，春英的工资从几百块涨到了2000元。大多数情况，每隔几年，春英就会换一个厂子。流动性是春英这一类打工人的特点之一。直到55岁，有产效益下滑，顺势清退了一批年长的工人，春英就在其中。在看到公务员的招聘信息之前，春英曾经想了很多办法，希望能够在其他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招工者看到春英的身份信息超过55岁后，也就是一看到身份证啊，你就超过55岁，便都拒绝了他。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人大多只能找到环卫、保安或保洁之类工作，或在家务农。当然了，这种情况啊，不是春英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啊都是这样。文章介绍啊，一个叫林子的父亲也面临同样的情况。6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内蒙古一家矿区辞退之后，就只能回到秦皇岛老家做一些清理道路上的垃圾，帮助村民收樱桃和花生之类的零活。找不到零活时，则在自家田里种些蔬菜。他说，尽管之前在内蒙古的工作积攒下了近10万元的积蓄，但是林子的父亲依然担心自己停下来会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再加上林子的弟弟的房贷车贷放在儿女的生活，还需要父母的支持。你看看啊，就这样微薄的收入，他还要支援儿女，确实负担很重啊。可他们同样只有新农保这一项养老补贴，每人每月140元。进入2023年，原本数额不大的养老金开始变为2个月一发。在林子眼中，过去父亲尽管不太爱讲话，但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遇到问题会宽慰林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忧虑太远的事，关注当下就行。这2年，父亲每日都忧心忡忡，很少在别人说话的时候跟着笑了。每天不是在自家地里劳作，就是在寻找零工。他也开始经常和母亲念叨找不到工作的事情。对他来说，现在唯一开心的事就是有人帮他介绍工作。这就是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被生活没收了笑容的人。为了找工作，林子的父亲想了很多办法，他不断托之前打工认识的朋友帮他介绍工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对方听到了他的年龄后，事情就没了下文。今年5一，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告诉他，附近有工厂在招工，在去应聘之前，为了让自己看着更年轻一点，二人约好一起去染个头发。只是最后在登记身份信息的环节，二人还是露了馅，被工厂拒之门外。很多网友恐怕知道啊，这个现在建筑工地本来农民工这个容纳最多的地方就是建筑工地，就像那个码农失业的这个白领，那个蓄水池那就是骑手和网约车，而这个农民工的蓄水池就是建筑工地，跟发电厂相关，跟基建相关。但是现在很多建筑工地都是扫脸进入，面部识别你的信息登记在里面，你超过60岁你就那门都开不了。不是说不让你去超过60岁你就进不了工地。这个文章说年龄和生计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农村老年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从2007年开始就开始主持这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他说王红今年50岁，在山东淄博李宁仓库里负责打包和派发各网购平台的货物。从18岁开始，王红就一直在超市、饭店打零工为生。婚后因为需要照顾女儿，王红的工作变动变得更加频繁，经常干不到1年就会休息几个月，然后换另一份工作。这种情况不光是农民工，实际上大学生毕业以后，绝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命运。除非你在国企或者是在事业单位或者在公务员，也就是所谓的编制内有编制，那你稍微稳定一点。你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民营企业，那基本上就是几年一变动这个我想很多网友都有体会。你受过大学教育对吧，有文凭，几年一变动你都焦虑，那你说这些农民工对吧，他们扛这种风险的能力那就更差。这个王红的同事大多与他年龄相仿，每个月4300元的工资，在淄博属于中下游水平的待遇，而且做电商经常会遇到活动加班。2022年618活动时，王红和同事有时候需要工作到晚上11点，但是公司计算加班费的方式非常严苛，不满完整60分钟的加班时长，往往
往会被抹去，也就是你加班了50分钟，或者你加班了1小时50分钟，那就按1小时算。这么严苛的条件你也只能遵守，为什么呢？因为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说大家往往都默认了这些严苛条件。王红在这里工作了3年，几乎没有同龄人选择离职，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找工作变得不容易了，如果没有新的岗位接收，那可能就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工作了。王红不打算55岁就退休，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他对于自己是否需要离开工作岗位的判断标准是能不能干得动，毕竟没有养老金又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特别是王红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女儿能不能帮忙养老，要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女婿，所以他需要自己早做打算。这生女儿的似乎还更麻烦一点。所以在农村观念里面，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彩礼？实际上恐怕还有这方面考虑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因素之一对于老年工作者来说阻碍他们的不只是年龄带来的准入门槛限制，即便进入工作单位，他们面临着往往是脏乱简陋的工作环境和不轻的体力劳动。在双重因素作用下，许多老年人的身体开始吃不消，而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衰老大多是突如其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疾病。6月说林子的父亲来到了北京，在西三旗附近呢做环卫工作。为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林子的父亲高兴了很久。来的那天，携带的衣物和被褥整整塞满了3个包。林子的父亲负责将垃圾回收并分类。炎炎夏日里，垃圾站的酸臭让人难以忍受。一想到父亲之后要长期待在垃圾站中进行垃圾分类，林子心里五味杂陈。他很难相信一向爱干净的父亲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条件。这份工作工资只有3600元一个月，但是提供食宿，食堂就在垃圾站附近，住宿的阴暗且潮湿的地下室。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对这种文章我会有别的看法，就是工资这么低，条件这么差，一个月2000块，为什么这些农民对吧还冒着被人家不要的风险，忍受着各种苛刻的条件，愿意去干呢？为什么这些农民不能像山东专家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在农村务农呢，种地呢？为什么不能去建设新农村呢？一个月才2000块那只能说明他种地一个月连2000都种不到，那只能说明这个问题但凡他种地对吧，一个月能赚2000，他不会跑到城里去忍受这么艰苦的条件。不要说2000，如果你能固定的一个月给他1000，他都愿意在城里待着。说一场病却打断了林子父亲的打工计划。工作第2天，父亲打电话告诉林子母亲，自己肚子疼得无法坚持，想先回家。母亲告诉了林子之后，林子带父亲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肠梗阻。父亲在急诊病房住了3天，这期间父亲经历了一次灌肠，林子帮助父亲清理了排泄物。整个过程中，父亲一直面对着墙壁，一言不发。说这段经历让林子的父亲开始接受自己的衰老。以前父亲去内蒙古打工，还经常告诉林子，自己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还能继续工作下去。但这次回秦皇岛之前，父亲说我以后可能都不敢出远门了，就是服老那变老是有压力的。说更令春英担心的是，现在的工作单位将环卫工人的年龄限制在了65岁，也就是你连干环卫工你都不能超过65岁。这意味着3年后他将面临第2次退休，届时他连从事这份专供给老年人的工作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了。说等拆迁成了春英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村子里已经拆迁的老人和自己的2姐最后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解决了养老问题，这给春英希望。说拆迁不仅意味着从平房搬到楼房，还可以通过一大笔存款获得银行利息。春英家周围已经拆迁的住户得到的补偿从每亩地35万到70万不等，房屋补偿最低也有6000元每平方米。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春英家的3亩土地和300多平米的院子最少能得到近300万的补偿。那这个春英他们家恐怕还在沈阳附近呢，郊区普通的农村拆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城市郊区的农民说更重要的是，拆迁之后意味着春英可以申请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每月拿到800多元的养老金。说现在春英是家里4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拆迁
没有养老金的，也是唯一还在工作的。春英也希望能像其他姐弟三人一样过清闲自在的日子，能花更多时间照看孙辈或者打打麻将。实际上啊，春英这个梦想啊，现在也很难实现，这个大家都清楚啊，因为受房地产影响，城市现在啊很难再扩建，房子已经卖不掉了，所以他现在城市很难再去农村啊拆迁搞地皮。说不只是春英，整个村子剩下的老人都在一边打着散工，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村子拆迁。除了像春英和老伴一样在周围做环卫和保安的，村子里还有一些老人在附近的工地帮忙用推车搬运东西，或者在村子里靠捡拾废物为生。说那些没有工作的老人则时不时聚在一起讨论有关拆迁的小道消息。领导派头进入村子里的人，也就是说啊，看着人模狗样的，一看像个领导的，只要这样的人一在村子里出现，就会格外引起关注，认为这恐怕是拆迁的来了。工作期间，春英也能听到路边的人讨论这些人的行踪。在村民眼中，这样的人出现在村子里，意味着拆迁更进一步。村子里很多人家在院子里盖起了简易的小楼，希望能够借着拆迁的机会多获得些补偿，能不能改变命运都寄托如此。只是村子拆迁究竟何时能够发生，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20年前就一直在传消息，村子要动迁，时至今日，村子南部和周围村子就周围的村子大多完成了拆迁，但春英所在的村子北部拆迁规划依然只出现在村民的小道消息里。村子剩下的老人都守着这张没有兑奖日期的彩票，郊区的村民盼拆迁呢。我刚才说了啊，这种美好的愿望现在是戛然而止。应该是7、8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城市，不光是1线城市啊，连很多2线、3线、4线城市都在搞那种叫拆迁啊，就是叫房票安置。我有很多亲戚啊，他在安庆郊区，就是那个时候赶上了拆迁，那他们的结局啊，就像这个春英啊所期盼的那样。但问题是，现在房地产已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钱去拆迁，拆了地卖给谁呢？说这个住院之后，林子的父亲更多感到的是对家庭的愧疚，说因为工作没做成，还耽误了我上班，还住院花了钱。办理住院时，父亲误以为医生告知另一位病人住院押金需要3万元，是对自己说的，当时就告诉林子我们不治了。这也是这些农村超龄老人希望继续工作的重要原因。即使有钱看病养老，更多的把握生活的主动权。说在这个赵耀辉看来啊，说一刀切的清理老龄工作者不是合理的政策安排，是一种年龄歧视，将老年人放在了发展的对立面，不仅影响到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来源，还伤害了他们自我认知。同时啊，将养老压力完全倾压在了个人和子女身上，会使人们对社会保障丧失信心，带来家庭和社会的不和谐。现如今的养老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造成的。对于那些流动性更高的农民群体，说这一问题啊更加显著。对于解决方案，赵耀辉认为啊，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来保护这一群体。社会普遍认知中，老年人在工作中受伤的可能性更高，但这或许是因为工地等工作场所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本身较大，再加上从业场所安全措施欠缺。如果能够严格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从业场所安全规范，或许能够减少老年人工作中的意外伤害。此外，个人养老金制度普及和完善也将有助于解决这一群体的养老金问题。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啊，这个问题也是一言难尽的。2017年开始啊，说王红决定每年花2万元购买商业保险，这给他自己的未来养老提供了一些安心的保障，不至于因为疾病掏空自己和女儿们的积蓄。而对春英来说啊，除了拆迁，他想不到其他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如果到了65岁，村子的拆迁规划依然没有实现，春英苦笑了2声，那可能就只能去收破烂了啊！这个是3联生活周刊啊看的那篇文章，叫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农村超龄老人。关于农村啊，关于农民问题，咱们也聊了很多。文章中也说了啊，这个农民的养老问题啊，它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咱们改革开放到现在，因为制度不完善，所以这确实是个问题，应该正视啊，对吧？有人说农民你没有交社保，但有人又说了，农民他一直在交公粮啊，这个咱们一直搞这个城乡2元，然后再搞这个剪刀差，农民实际
上一直在做贡献，所以农民应该有一个像样的这个叫社会保障。另外啊，作为这个就是农民啊，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你只要一直在生活或者在工作，都在做贡献。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农民他没有交社保，因为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你不解决他这个养老问题，或者就把他的养老问题交给他自己或者他的子女解决，这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啊，这个现在的农民养老它是个历史问题，就是要正视，不能推脱，政府应该主动的想办法解决。正好两会啊，你看啊，好消息来了啊，这是啊农民的好消息。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元，完善社会保障和服务政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实施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你看最低标准提高20元，这个20元呢，这叫一言难尽，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悲伤。你要说从比例来说啊，这可是大幅度提高啊。因为这个文章中介绍那个春英呢，对吧？他们一个月是190，你提高20，那就相当于提高了11%左右啊，远远超过了 GDP， 也远远超过了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超过了啊城镇那个养老金的这个增长。所以说从速度上看那是非常快的，但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也就够你啊吃一顿盒饭，一个月啊多吃一份盒饭。实际上解决农村这个超龄老人的问题啊，第一道这个叫保护伞吧，或者叫保护网，应该就是社保安全保障，对吧？就是你到了退休年龄，这个社保或者你的养老金至少能够管理生活，对吧？有病能够得到啊基本的治疗，这是第一道保障，对吧？这是国家的责任呢。第二道保障就是多提供就业，对吧？为这些超龄老人，对吧？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哎，你觉得你身体不错，你不想闲着，对吧？你还想多赚点钱，你还想补贴你的子孙什么的，那你就干环卫工人、建筑工地，对吧？家政、保洁、保安，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你又得解决一个就是劳动保障。咱们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啊，你65岁以上你退休了，那个就没有这个劳动法保护。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一旦你在工作岗位上出了问题，那人家雇主是要倒霉的。比如你在扫垃圾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心梗或者什么原因，那这个雇佣的单位那一定是要赔钱的。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人家是超过65岁他不要了。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所以说一定有保险。实际上在香港、在台湾还在日本，这个服务行业啊有很多老年人，对吧？开出租车的，还有那个酒店的门童，很多服务行业啊，那都是头发花白的，对吧？也得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从雇主的角度来看，他不想担风险，所以他也卡年龄。那么这个现在这一代农村人啊，我刚才说他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实际上是个存量问题啊。存量问题我们要认真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制造新的问题，就是增量的问题。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完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再分什么农民工、什么城镇职工，你都得交保险，这应该是一个强制行为。就是我们不能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又制造了很多他没有社保的问题。人为什么没有社保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吧？有人呢现在就找不到工作，饭都吃不下，吃不上饭了，你说让他怎么交社保？也有人算账啊，农民啊，因为农民你不能批评他没有用啊，就你不能说他目光短浅。比如他一家啊，现在交社保一个月一年啊，恐怕也交个5-6千块，就是几个人啊，就是家庭的一笔支出啊。但是他们家老年人一个月才120或者150，一年下来才1800。你看啊，他支出5000或者回来1800，他一看我这一年还多交3000多，他肯定就不愿意。你这个对家庭来说，它也是个沉重的负担呢。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啊，对吧？这样他很多农民他就不愿意交社保。还有一些啊，就纯粹是受那种错误的思想引导，这个是认知问题。比如说啊，你现在退休越来越晚，我这还不一定能活到70岁呢，到时候70岁退休，我这不白交了吗？对吧？还有的认为啊，我现在交了钱，那是给胡一静花了，胡一静一个月发2万，那都是我交的钱。就是有很多这种对社保啊怀有浓浓的偏见的，就是对唯一这么一个啊是普惠型的保障制度，它反而有很大的偏见。然后如果这些人他一直不交的话，过10几年20年又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又变成要呼吁啊，说这些农民工或者这些什么老人没有养老保险。你看啊，这是边解决问题又边制造问题。所以我觉得啊，解决问题很重要，然后不要滋生新的问题，就是尽量啊让这些人都要交上社保，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都能领上这个退休金，至少能管
管他生活。这个文章中也介绍了啊，这老年人呢，一旦老了，他如果没有退休金，没有积蓄，他会觉得自己是子女的一个负担、累赘，对吧？他担心自己生病，一生病也要花子女的钱。所以我在节目里面啊，我在这个直播，我都是反复的建议啊，如果你现在有钱吃饭，在这个前提下，一定要想办法交社保，无论是灵活就业的还是其他的，你先交上。我每次说这话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呀没打算润，你准备就在中国待着，那对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参加养老保险，想尽一切办法，不要想那些没有用的招，什么换黄金，对吧？什么把钱拿出来存放在床底下，这些都不是养老的最好办法。你拼命的存钱养老，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啊，你要考虑到30年下来或者20年下来，每年通胀3%、2%，对吧？你这个钱到时候是个问号。就是你如果存的啊，养老金不一样，对吧？它每个月会变动，每年增加。第二个呢，你如果手上有一笔钱的话，你不一定能坚持到养老，你那个钱十有八九要被嘚瑟掉，不是被人借走，就是自己投资，要么就炒股，对吧？总有一天你会把它花完为止。养老金是每个月给你发工资。如果你以后没有养老金，对吧？有2种情况啊，你有孩子，那你连累孩子，你孩子找对象都找不到，相亲也相不了，对吧？说你爸妈退休了连退休金都没有，那不是个负担吗？如果你没孩子，那更惨啊，你没有退休金也没孩子，那你打算谁给你养老呢？你没有退休金，你还指望政府养老是吗？这个养老保险啊，基本上是普惠型的，这个唯一你要说勉勉强强算得上福利的，这就是你自己主动放弃。然后有人就说我的不一定能活到70岁，你不管活到多少岁，你个人的部分呢，对吧？剩下的到时候会还给你。你养老金它是2个账户嘛，一个统筹账户，一个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你个人交的，你个人交的部分它是你的财产，如果你没有领完，最终是应该还是一把发给你。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人啊，不知道从哪儿对养老这个制度啊，他有偏见。养老保险我一直说它的信誉是在银行存款之上的，有钱人有地位的人都想拼命的多交，因为你越多交，你占的便宜越多。结果有人他不交，他总想着这个什么养老保险一个大窟窿，哎，以后发不了了。我告诉你，如果养老保险发不了，你那个银行的存款，你那个床底下的钱，你埋在地下的黄金都没有用。我记得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所以说啊，对过去发生的，对吧？那叫存量问题，那肯定得解决，也不要产生新的问题，对吧？就从现在开始就要求都得交保险。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如何解决？现在有的人他确实生活困难，他交不起，就像那个骑手，对吧？骑手应该不应该交保险啊？当然应该交，你不交，等这骑手退休，那就等着呼吁吧，又得让国家想办法解决。本来他也可以参加这个制度的保险制度，但是呢，那骑手一个月挣的钱不多，然后再交上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他的压力更大。所以你看京东人家就跳出来，骑手自己该交的那一部分我替他交。哎，咱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企业都像刘强东这样，市场也做不到。那骑手这一部分怎么办呢？对吧？那就是政府想办法怎么样降低他们的这一部分，不能因为他交了社保之后太影响他的生活，对吧？这些问题要解决，但是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你就不交社保，那叫因噎废食。这个社保啊，这个制度就相当于大海里面的一艘大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小船，在大海里面，你是大船抗风浪能力强，还是你小船抗风险能力强？所以我们都想从小船上跳到大船上去。最后我想说的是，每年到了秋收的时候，哎，总有这样的新闻，就是河南的农民在那个收割机下抢黄豆、抢玉米、抢土豆。如果你把这文章看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抢土豆，本质上是你解决不了他就业，对吧？但凡你给他提供个一个月1000、2000的工作，一个月2000，一天不在70吗？一天70块，你能给他提供这样的工作，他就不会去收割机下去抢那些土。不过啊，这个我们要积极参与这个社保，不代表说社保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解决，对吧？社保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我们一样的要呼吁啊，你不能等到人家全解决完了你再参加，那晚了。你比如说这个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对吧？多少专家多少学者建议一次你最好提高到500，对吧？超过500的你可以随便，没到500的全部给他提高到500，不行就提高到300。你说这一年20的，我记得去年有20吧，少修几个什么老干部疗养中心，这钱也能出来。学一学越南呢，还有胡一金老师，对吧？这个每年涨3%，这没必要嘛？他一个月2万，涨3%就是600，他那个600，你这农民20涨，他涨30年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